从警告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初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加沙。加沙内政部是表示，以色列伫昨昏空袭加沙北部一大难民营一间病院甲附近的人家厝，佮造成至少19个人死亡。那真正是安尼生，这就是以哈冲突以来难民营一礼拜来第3届轰炸。 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表示，切比山西加沙走廊中部纽泽拉特难民营附近的厝遭到空袭，造成死伤。在南部汉尤尼斯有8人死亡。 قاعدين بامان الله فجأة ما في الا صاروخ F 16 نزل على دار فجرها مربع كامل 3 دور جنب بعض。 以色列军方特别声明，已经摧毁130个地道堑壕，用爆炸装置摧毁哈马斯伫加沙几百公里的地道网络，杀死哈马斯上主要武器制造者齐纳甲几个战斗人员。 מצברים שמשמשים את האויב לחיבור בעצם מסנני אוויר לתת קרקע 根据哈马斯甲伊斯兰圣战组织消息人士讲法，以色列战车互利用地道伏击的哈马斯战士猛烈抵抗。以色列讲有数十名士兵死亡。另外有消息传出，以卡达为基地哈马斯几个政治领导人，咧透过卡达走上的谈判，想要用10到15个进程，换出加沙1到2天的人道主义停火。联合国官员甲7国集团 G7 也继续呼吁人道主义优先，来减轻加沙百姓的苦难。公司新闻。 恩文宁朋友。另外，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咱台湾是海洋国家，海洋委员会伫昨昏宣布，安北台湾队正式成军，有155架台湾船加入美国 Amber 系统，未来会加入全球海上互助、互相救援，要互台湾 can help 买当实现伫海面上。另外，早暗台北101大楼某点顶向海巡致敬。 这是因为海巡署报案的专线118对民国90年启用到今，成功救到4593只船，25319个人。站台北101大楼就点顶向海巡的英雄致敬。另外，这是由美国海华防卫队发展的 Amber 海上互助救助系统。海洋委员会即马是对外宣布讲，咱台湾即马有155只船加入这个计划。 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天气和昨昏是差不多的，咱同齐来看温度。东北季风减弱，只是今仔日会感觉较温暖、较烧热。今仔日西半部的高温有29度至32度，东半部是28度至29度。若全国低温是21度至24度，日是暗时的温差较大，所以乡亲早暗爱擦衫。雨水的部分，今日到明仔中昼进前拢无啥雨，只有东南部恒春有湿湿雨。过昼了后，山区嘛有机会落湿湿雨。要提醒乡亲的是，明仔就会变天，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加上阁有一波锋面要通过，明仔日是桃园以北东半部会先变天，先落雨。基隆北海岸、宜兰的山区雨脉就较粗。这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后礼拜2，而且温度降低会真明显，低温可能会降到20度以下，就会感觉有较寒。镜头来台东的延平乡乱山部落森林博物馆伫昨早有11个新北市土城去遐佚佗的游客，行小路仔的时去互虎头蜂叮着，其中有2个人送病院进前是无喘气、无心跳，加上路尾有救回来，目前带病院治疗。 那其他人就等其他救护车，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队有。救护人员赶到位，赶紧甲民众送上救护车。跟团的游客也赶紧讲，要有人也需要斗3工。事发伫西北早起，台东的延平乡，这60多岁来自新北市土城老人会，总共100多人的老人旅游团到乱山部落的森林博物馆参观。经过小路时，其实拄到一群中华大虎头蜂来顶。好像都是去旅游的，好像都冰白。哎，他把它背一下，哦，规个都拢来啊，很多啊，我就把你背起来都订过啊。所以是小朋友去拿来。他当地的小朋友带队的。你订去哪位？去啦吼，啊，你是新北市来的吗？根据台东消防局统计，总共有10女1男，虎头蜂叮着，其中有2个人运气伤势较严重，加在送病院了后，尾也有恢复清醒。其实旅客受伤的所在是伫森林博物馆园区内底有名景点会行路的树仔。
有这所在有就青长原生的白青仔树，随伊的器官一直脱生，树木敢若一直伫山顶动，所以讲才安尼好名。身在其中也被讲作是敢若电影《阿凡达》场景，每年拢有真侪游客。有2个可能需要那个住院观察6个小时，森林博物馆的附近啊，还有那个路上已经处理好了。博物馆负责人讲，过去10几年来，附近毋捌出现虎头蜂攻击游客事件，毋过会负责来照顾游客。台东县农业处已经请抓蜂的专家甲蜂收清掉，也毋过详细司法原因也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艺人尤胜佑胜，进前是北出对女性卡来手来，昨昏互检方依照涉嫌强制猥亵罪提起公诉。另外一个艺人严阿伦是防指控讲对未成年翕私密的影片，检方伫昨昏嘛依照涉嫌违反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甲伊提起公诉。全力的配合这个司法的调查啦，有一些事情呢，我也会努力的捍卫我自己的清白。艺人严阿伦去互网红摇落指控讲，伫16岁迄年，无经过伊的同意，就强迫伊发生性行为，一个举手机甲头翕。今年7月洪玉谈，经过检方调查，初8专案终结，以违反儿童甲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对严阿伦提起公诉。被告涉嫌以手机拍摄与被害人性行为及持有该性影像之犯行。涉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依法提起公诉。检方指出，严阿伦翕性影像无违背谣录的意愿，不过伊持续持有，还佫捌传互2个网友看。虽然无构成散布犯意，不过已经违反意图散布、持有少年性影像的罪嫌。也若涉及强制性交的部分，因为罪嫌不足，是不起诉处分。严阿伦声明，感谢检察官行伊清白，强调伊毋捌共性侵。到大也无了解讲，姚乐提告的动机是为名也是为利。也若姚乐是反击，严阿伦想要把这个犯罪行为美化做私人感情的纠纷，强调讲这毋是感情的纠纷尔，是摧毁一个16岁少年人生沉重的打击。就不起诉的部分，会建议提再议。我想是我有没有问题啊？伫电视顶有告假的形象，艺人尤胜嘛陷入风波，有3个女性控诉去互欺负。经过检方的调查发现讲。尤胜伫违反一个女员工的意愿之下，趁机会卡伊的刑坎，故意改进。初8嘛去互检方以强制猥亵罪罪嫌起诉。因若尤胜的看守回应讲，已经进入司法的程序，交予律师来处理，嘛会拍拼理清这个事件，尊重法院的心理。王姓被告对女性员工所为涉犯刑法第224条的强制猥亵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至于被告对另2位女子之举动，仅属性骚扰的范围，因被害人未提出告诉，已另行先解。为演艺界到政坛，MeToo 的事件连环壁，亲像朱学恒涉嫌犯强制猥亵罪互起诉，艺人诺诺、黄子佼嘛拢互指控性骚扰甲性侵，检方搁伫调查。也若乌人陈建州涉嫌共性骚扰，州议派嘛去甲代志发生的地点香港报案。记者综合报道。再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有一个泰雅族的族人申请单独用罗马拼音的族名去登记做伊身份证顶头的名，也毋过互户政事务所拒绝。伊全提起行政诉讼，伊认为讲强迫原住民用中文来写名是侵害原住民的文化。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即马认定讲，户名的决定权受宪法的保障，袂使用罗马拼音来写名是一种侵害行为，所以判户政事务所败诉，讲爱尊重这个原住民。继续关心《中国时报》，副总统赖清德有提出讲，中国学生会当比较外国学生伫台湾有健保。卫福部长施瑞元表示，修法了后，上紧伫113学年度，也就是明年9月份开始，伫台湾的中国学生有居留的证明文件，就会使用咱台湾的健保。继续关心《自由时报》。总统大选剩2个月尔，国安局特勤中心有安慰8号伫今仔日的正式成军，有编220个人会分组去保护到时去登记参选的总统候选人。买嘛有买新去买这福特皮卡风庆记的扫街车，伫成军的时嘛对外公开。继续关心民众党的郭文哲有提出政见，针对招北生囝代理孕母要合法，伊讲未来伊若做总统，会甲列入去人工生殖法内底。若昨早，卫福部长施瑞元就表示，伊伫立法院讲，目前人工生殖法的修正草案，即马已经有共识啦。政府有打算要开放招北生囝，互民众会当选择。
已经差20几档的代理文物有希望会当合法化。卫生部长谢水元崔八早起伫立法院表示，目前的法规是禁止代理文物，不过国建署正伫咧今年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可能会把代理文物纳入管理的范围，可以合法化。我们会提出来的版本，可能是会有代理孕母的，因为这样才有所选择。卫生部讲，伫草案内面会先要求。爱先经过机构的咨询，同时爱有法律文件加订契约来保护委托者加受委托者双方的权利加义务。卫生部也有范本，地处医界表示乐观其成，认为会当帮助改善少子化的情形。譬如说，有人有高血压的问题，有人有肾脏病，不是有没有子宫，有人说子宫太小，畸形，很多原因。我讲这个就医学专业由医生解决，但是整个政策是对的。不过辅导团队是批评。不应该伫咧选举期间赶做决定，担心代理文物竟然会查某人工具化、商业化。不是只有子宫出借而已。那另外就是说，这里面我们其实也很担心，会不会把女性的这个身体当成一个工具，或是商业上的一个使用。国建署表示，伫咧过去2年半，总共开13场的专家会议，重点是放伫咧3方面，包括代理文物生出来囡仔的权益。保障女性身体自主权，也个家庭伦理等问题。上紧伫明年初会有个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明年底送行政院，若是顺利，结果再送立法院审议。记者综合报道。宜兰中建院昨昏是宣布讲，要和宏基公司签 MOU， 要利用 mRNA 的制定平台，做伙研发个人化的癌症预防车，希望会当降低癌症患者治疗好势了后，佫生癌的复发的死亡率。台湾接发生的几啊种癌症，拢是开发的重点。mRNA 技术唔乃当运用伫新冠疫苗，乃当进一步开发，加做个人化癌症的疫苗。中建院甲宏基生物医疗团队合作，利用 AI 人工智慧的 model 甲 mRNA 制定平台，成功找到癌症患者肿瘤细胞的标记，而且客制化个人癌症的疫苗。这时候我们就要借用人工智慧的力量来去协助预测出可能是一个基因肿瘤标记，而且它还会活化免疫系统。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变成我们光是找这个标记就要客制化的去寻找。研究团队表示，每一个癌症的患者肿瘤细胞的特征拢无同款，所以患者开刀的时阵会甲组织切片，然后透过 AI 做基因的定序，找到突变的所在，再个用 mRNA 技术引导活化患者的免疫系统，而且甲突变的所在清除，避免癌细胞转移，病情反复，达到治疗癌症的效果。大部分癌症病人每3个月都要回诊一次，在这个阶段其实非常适合接受癌症疫苗，因为这样可以预防它的复发。所以它最大的作用，而且最大的市场应该会是预防病人的复发。中建院强调讲，未来会建立台湾基因抗原资料库，做出个人化癌症治疗疫苗，降低患者癌症患苦的死亡率。亲像台湾接看到的血栓癌、大肠癌等等，也开始来研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以哈战火，这场战争拍1个月啊，上界可怜的就是百姓。以色列初7有民众伫特拉维夫点蜡烛哀悼过身的亲人，也伫加萨失去亲人的百姓是搁较侪，因逐工爱面对炮火，而且日子拢过甲真惊吓，煞嘛看袂到停战的希望。伤心的以色列民众，找一个以爆战火满1个月的一天，做伙伫特拉维夫这个喷泉广场，用蜡烛围做一个圆圈，表达对死去的亲人的思念。伫记大的伴奏和轻轻唱的歌声内面，真侪人看到亲人的相片，拢挡袂了烧难得好。同款艰苦的，阁有即阵伫以色列国会头前抗议的民众，因的亲人伫哈马斯毒袭行动内面互绑票，甲当毋知影是生是死，因要求政府毋管安怎，拢爱大声抢救这无辜的人质。One, the highest priority is to bring the hostages, no matter what, even if it involves to switch to release all prisoners, not only Hamas, all Palestinian prisoners for exchange of the hostages.
10月初7，哈马斯对以色列无预警的攻击行动，是造成以色列1400个人无命，佮拔走240个人当作人质。后壁以色列是对加沙开始报复，空袭是无得停，无情的炮火佮崩甲病院，人民也是拢炸甲无去，尸体一直对沙石堆内面挖出来。这个伫加沙病院无用救人的医生，看到家己2个细汉囡仔的尸体嘛，互卷入来，情绪完全失控。و5 سنوات ما هو ذنب هؤلاء الأطفال ما هو الجرم الذي اقترفوه حتى تصب على رؤوسهم أطنان من القنابل 这个医生是毋但失去伊的囝，伊的妈妈和兄弟姊妹啊，和因的囝，拢总是不幸死亡。大家甲这包白布的尸体卷起来，替亲人在祈祷的时阵，心内是有够沉重。即摆以巴双方已经有10000多人无命，但这场战争当时要结束，还阁看不出来。厝无去，厝内人死去的悲剧，到底当时才会当结束？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英国的国会新的会期开始，国王查尔斯3世头一届以国王的身份去致辞，这嘛是英国70年来真正拢是女王的英国头一届由国王演说的开幕仪式。欧中团练官克拉克去下棋院，这时阵大门从夜面直接关起来，象征下棋机都得伫君主之国，伊爱敲门了后才能得到稳准入去。Mr. Speaker, the King commands this honourable House to attend His Majesty immediately in the House of Peers. 克拉克2018年接受政府正式征召英国650年来第一位女性下棋机欧中团练官，这摆工作特别有意义，是为国王查尔斯3世第一摆用国王身份发表有做致辞团练。查尔斯3世去年捌代表行动不方便的妈妈，迄时阵还阁在世女王伊丽莎白2世到场，首相苏纳克在野工党党魁斯哈丁将国会议员接并了后，起身去上议院。It is mindful of a legacy of service and devotion to this country set by my beloved mother, the late Queen, that I deliver this, the first King's speech, in over 70 years. 国王的有做致辞由政府写，照传统爱超脱政党政治甲中立，君主免用个人情感甲价值判断将国念完。查尔斯3世讲到，英国政府这种打击犯罪、促进经济成长甲应对气候变迁的相关计划，政府第一任务是促进国家长期利益。最近中东局势、俄乌战争，英国也甲各国斗阵应对，致力和平稳定。查尔斯3世是照传统为北京汉宫坐马车出发去西敏寺，为专用入口进入到上议院的王座。疫情过后，这场盛大仪式特别受瞩目。不过，国会外口有反君主制度抗议活动，不过规模拢无算大。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上较悬的薪水，甲一寡护理人员留调咧。也若即马疫情已经稳定啊，真侪护理人员因为压力伤大，所以拢提早退休，无就是解雇。所以即马美国有开发一款 APP， 会当互护理人员去登记，若是想要去做的时阵，就会当去做线工。这是暂时有解决欠人的问题。也毋过有专家是认为讲，做线工的形态毋是办法，这对照顾病人的品质嘛无好。甲 App 开开，就会当看到详细工作地点、时间甲薪水的算法，互护理师接 case 做线工，补偿美国目前护理人力欠缺的问题。根据美国国家护理委员会统计，因为新冠疫情，差不多有10万的护理师离开病院。到2027年，也会有超过61万的护理人员因为压力伤大、伤忝，或者是选择退休离开这个工课。What we're experiencing currently as a workforce staffing crisis in healthcare, where we are losing a lot of professionals working in the field. I have worked as little as 1 day a week, or sometimes depending on what's going on in my life. 工作时间更较有春秋，薪水要至少加3成，或者侪护理师倾向这款的工作方式。美国纽特西州的一间急诊甲长期护理病院，就透过这款的平台，互护理师接工课。这间病院的执行长讲，这款的工作模式补偿80%护理人力的问题。Since our inception in 2015, we have actually filled almost 500,000 shifts. We saw the biggest jump in shift fulfillment in 2021, and that has leveled off a little bit, but we still continue to fill, over 100,000 shifts a year. 愈来愈侪护理师采用做线工的方式来做工课。美国护士联合会警告，这款的工作方式可能会影响照顾病人的品质。比如讲，若常常要入来大量的患者，
现场无够业护理师来面对紧急的状况，对迄当阵的工作环境无够熟手，地属临时的护理师无法度随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这些拢是可能爱思考的问题。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辑。伫后边内底，香港是上少人咧食薰的瑞典，说是瑞典是一款亲像地包共款甘薰的生产国。业者是讲，这款用甘的薰好处真济，所以政府嘛打算要降低甘薰的税率。也毋过，医学界是认为讲，用甘的薰共款是薰，长期咧使用，可能嘛是会造成心血管疾病，而且对有心的妇人人甲腹肚内的囡仔拢有败害。机器一直在运转，这是全球前2名的番仔花制造商瑞典番仔花公司的脆甘薰生产线。瑞典伫17世纪变做世界上第一个出现脆甘薰的国家，嘛是目前这类产品的生产大国。另外，除了毋是欧盟会员的挪威和瑞士以外，瑞典嘛是欧盟唯一一个会当合法来使用脆甘薰的所在。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nicotine pouches, ZYN, and traditional Swedish snus is really that this product does not contain any tobacco. It's a cellulose base, and we add nicotine extracted from tobacco. 根据估计，瑞典脆甘薰的使用者内面，女性的比例是超过2成。譬如讲，较早无食薰袂使的姑仔，就感觉讲脆甘薰比传统的薰是好济啊。It's not maybe. It depends. I mean, rather go with snus than cigarettes for me, because it doesn't hurt my lungs the same way. Because it's also like flavors, so that's why a lot of young girls choose it, because it's like taste licorice and apple mint and all of that. 后面希望伫2040年进前，会当培养出无食薰的世代，来做打击癌症计划的一部分。瑞典认为家己会当伫2023年就提前达成目标，就是因为使用脆甘薰，伊嘛计划讲要调降相关的税来鼓励使用，但医学界的看法是完全无同。They sort of cause changes in your blood pressure, and they risk sort of in the long term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we know that for pregnant women, it's definitely not a health product for the women or the child. 反对鼓励脆甘薰的这方是认为讲，这种用脆甘的尼古丁产品对健康影响的程度是需要更加深入来研究，袂当干那用降低食薰率这种理由，就鼓励大家来使用。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华府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伫今仔日会甲因园区内底3只大鸟熊送转去中国。法新社是报讲，因为合约到期啊，所以这大鸟熊放送转去中国，这是早早的代志。也毋过放送转去嘛，互外界解读是美中的关系咧恶化。继续关心，根据日本媒体报道，互美国制裁的中国军事研究机关甲企业，即马是透过民间企业对日本、德国甲咱台湾进口高性能的制造机械甲机床，来生产研发核子武器，要来闪过美国的出口关税。继续关心7大工业国集团 G7 伫东京举办外交部长会议，会后有发表共同声明，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嘛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G7 嘛关心东海甲南海的局势，强调中国有责任维护联合国宪章，反对中国透过武力强迫的方式去改变宪章。镜头搁等下咱过来，咱来关心总统大选。民进党的赖清德提出伊的运动政见，讲若互伊做总统，未来咱国家的体育预算会超过200亿。也若民众党的郭文哲是针对咱台湾产业欠水、欠电、欠工这的欠缺，提出伊的产业政策。也若国民党的侯友宜是发布伊的文化政策。即马针对南北合无进度，郭文哲嘛有公布民调，伊讲目前伊上赢。不过侯友宜是回应讲，民调起起落落只是参考尔。前运动科甲球会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一入场就先担任守门员来防守，先来甲羽球小选手对拍。赖清德出席体育team台湾协会会成立大会，提出包含成立体育甲运动发展部，推展全民运动这8大政见，也发出当选总统，体育预算会超过200亿。我将成立体育运动发展部，既重视体育教育，也重视运动产业的发展。清德当总统，我们预算体育的预算
超过200亿，好不好？选举这要到啊，国政党参选人拢提出政策内容，因为国际局势动荡，也有经济无好，民进党瓜分铁召开论成产业政策记者会，提出修订经济安全保障法，解决误欠，大力加入国际组织这5大主张，要替台湾的产业来行出困境。五缺是什么问题？我说缺长期计划，政党轮替就解决了，因为他们就是永远大傻逼政策，不会做长期规划。因啦，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是到苗栗参访3期木雕博物馆，同时发布5大文化政策主张，包含推广全民美学、培育青年艺文工作者等。两岸对话其实文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桥梁，所以我坚持中华文化，用文化象征共赢台湾，两岸对话，文化兴起。不过，国民党甲民进党合作做不困难。瓜分贴公布，民进党委托3间民调公司做出的民调结果，拢赢过赖清德甲侯友宜。伊讲现阶段会使直接反映的就是做民调。侯友宜是认为讲民调拢是参考，会照家己的步调也伫胜选。记者综合报道。每年1月13就要选总统，头一届投票的少年族群拢是参选人、候选人争取支持的重点。不过，即马经济统计是显示讲，高雄伫即届选举头一届会当登票的人数是比顶一届减了19000人，有可能是受少子化影响。有投票权的民众当下家己心目中的人选，明年1月就是政府总统甲立委大选。高雄市政府统计，明年总统大选全市总投票人数超过230万1千多人，甲顶一届比起来差无到2000人。不过首投族的部分所有明显的落差，今年度超过首投族的人口数，甲顶一届比起来，人数减少将近19000人。分析来看，应该跟少子化的现象是有关。首投组来看的话，台系的话，这三民是少到有2500多嘛，然后接下来是凤山少了2300，那男子的话大概少了1500。市府表示，符合总统首投族的公民，爱民国93年1月13号进前出世，年满20岁，而且住伫台湾超过6个月以上的民众，而且无行使过选举权。这2届总统大选首投族人口变化的原因，有可能是少子化影响。他们的政见可能会比较，或者政策会朝着，可能因为想要我们的选票会朝着我们的方向走，这样，所以就会觉得啊，可能自己的权益或者自己的声音会比较容易被听见。自己也没有特别会去关注，所以看到的面向其实就蛮单一的，感觉就不太一样。跟投就是只有里长啊、市长那种比起来的话，第一届要来竞总统人选，一部分首投族认为这届要选地方首长，甲基层民代有落差，会更加严谨来看待。不过嘛讲，对着目前伫台面上有意思要参选的人选，拢毋是真熟悉，爱透过观察，还佫有了解政见，才会当做出最后的决定。记者王丽婷、明昭宽各样报道。来关心2只中国渔船昨伫澎湖7米的海域，互海巡发现，但海巡伫现场有查扣1只中国渔船的部分船，若船顶有300公斤的鱼货，当场拢撇转去大海。另外8个中国船员甲船只拢互咱押转来调查。本艇于本日8时执行海上联合侦巡勤务，于新美西南14.8里发现2艘大陆船舶。与我国经限制水域并靠，即实施鸣笛广播，命令陆船停船受检。该2艘陆船分开逃窜，蛇形拒不停船受检。本艇随即强靠登检其中1艘陆局运补船。澎湖的海巡昨昏伫7米西南海域发现2只中国船，要求因停船接受检查，毋过这2只船是旋甲真紧。海巡足到位爬去船顶检查，船顶有8个中国船员，佮有300公斤的鱼货。这鱼货当场是拢撇转去大海。若是8个中国渔船甲船只，即嘛是拢互咱押转来调查。交通部昨昏有含火运业的相关的工会开会，讨论交通违规记点的制度。也毋过，火运业是认为讲，因批评即马伫市区，因若是要落货，根本就无所在通停车。交通部表示，即马中央会要求各县市爱画一定比例的黄线，嘛强调讲，目前违规停车同款照常会开单，也毋过记点这部分会慢车实施。
伫淡水中山路规条路拢是画红线，货车司机违规停伫咧红线，物件摕咧冲入去市场内面，结果走出来开车。交通部伫初一个楼价会务业相关工会开会，业者反映讲车位无够，常常违停。6月底纪念新制度实施了，常常被记点，真紧就被吊扣一脚，无法度做事。配套做好，然后我们再来进行计点，但是罚款还是持续，每100到150公尺要设4% 的这个临停区哈。如果在这个还没有设定以前，可能我有一个这个暂停计点的这个方案。交通部已经发函给22县市，要求为一定比例黄线，年底进前要完成。在此进前计划暂缓违停记点。这礼拜跟警政署跨部会讨论，会最近公布内容。没有比较好，没有比较好，怎么说？这样他没有写我停车格，你也因为这样子就是被吊的？有很多。被吊怎么办？啊，没办法，不然怎么办？公司在想办法处理啊。可是还是一样开单啊，我是觉得多做一些卸货区比较合理吧，对啊。对啊，没地方，这根本就没办法停啊。违停记点可能暂缓实施，也引起讨论。有民众担心，是不是违停会大幅度增加？交通部强调，主要是考虑职业驾驶的生活，不过违规停车罚单也是照开。记者综合报道。嘛是罚单的争议，这是台东有一个民众讲，伊最近收到新竹的警方寄来6张罚单，这个罚款加的要5万。啊，毋过伊讲伊最近也无去新竹啊，违规的轿车的相片嘛，毋是伊咧驶的车，只是讲伊的车牌号码互偷摕去用，伊去申诉拢无效。落尾伊是换车牌，佮向监理站申诉才成功。伊认为讲，敢若看车牌就咧开罚单，这款的制度无够周至。一个住伫台东市的小姐提出新竹警方今年9月小连续寄来5张罚单，每一张拢清楚翕着车牌，不过详细一个看是高级车，甲伊的车是完全无同款，而且即马还佫另外一张还未寄出来，不过已经登记伫监理站违规的记录内底，超速80公里，爱罚款3万6。这6张罚单拢总爱纳4万9千外，目前5张罚单已经纳去啊。后民众生气的是，伊去甲新竹警方申诉，警方的回应。因是以合法的车牌开单寄给车主。我觉得就是核对车籍资料，应该马上就知道这不是我的车呀。但新竹交通队就跟我说，他们每天单子很多，他们不会一一核对车籍，就是以车牌追人，车牌是我的，名字是我的，所以就寄罚单给我。这个民众甚至写批去警政署长的信箱投诉，不过嘛是转交予新竹警方来处理。尾像这个民众高不离章去甲台东的警方报案，讲伊的车牌去用偷用。再搁去监理站开钱撤销车牌，重新搁办一张新的。另外，搁去甲台东监理站申诉，再退钱予伊。那如果他提供的一些佐证资料，我们很明确的可以知道，说他这个车牌伪造的是完全跟他原来的一个车子型号、颜色、厂牌都完全不一样。那这个我们可能就可以监理机关这边做一个裁决判定。民众讲收到罚单到纳钱的期限，警方也无法度查到这个偷用的人的身份，伊就敢若会当成立罚款，若无就搁违法。而且伊搁较烦恼的是，嘛不离伫车牌注销进前，这个嫌犯若搁犯别条的刑案，伊敢是就要走去警察局或者是法院来作证，实在是劳民搁伤财。呼吁就要守法，而且要提供利便的听书来保障守法的民众因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埔里的地政事务所爱负责4个乡镇，其中仁爱乡的面积是比彰化县也搁较宽，也若测量员是爱8悬8架辽客过岭，未输海军陆战队。因为工课无勤考，所以人员拢一直拢补袂甜。县府即马是打算要找其他的人来斗相共，即马嘛有计划讲要搁设一个地政事务所来缩小负责的范围。花34公吨的装备到当地了，提出专测站经纬仪测量角度距离，确认地质度点的所在。南投县埔里地政事务所的测量员平常时必须负担尴尬土地改变、换移查访这测量的困务。上方报告过仁爱乡，敢若一座车程就要2点半钟。路途比较遥远，它其实基本上1天的工作时间就被压缩得很紧，然后到现地之后，通常都要就是冒险到那个丛林里面去。然后回来的时候，衣服啊，或者是身体可能都会有一些受伤啊，或者是衣服都弄脏了。
在时啊，伫北澳万大宣布第7年下晡就要转来保利办公室整理7年的成果，要测量员感觉当地工作伤过重啊，希望会使转调回去故乡。去做测量的时候，就会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我会在这边工作，是因为我考上就直接分发到这边啊，也还没到可以离开的那个时间，所以之后可能时间到，还是会回去台中。保利地政所管辖保利溪池国城，也个林内市的乡镇，毋但复原情况，业务量更加是真多。2022年土地测量业务有4500件，建物的测量有700件，名列南投县第1名，被称作是地政界海军陆战队，甚至有人考调甘愿停考，也无愿意来报道。测量员编制15人，不过登记欠4个人到7个人。就是目前是我们缺7组，我们这次112年的那个高普考分发的时候，我们总有报3个高考，1个普考，可是都没有人报到。从其他地所跟我们自己地政处调派这个相关的测量人员，先到埔里所去支援辖区的一个重新划分，或是增设一个地所来解决这个长久的这个问题，来做根本性的解决。南投县地政署讲，影响保利地政所了解状况，短期内调动其他地政所人力来支援。下个月有2名高普考试经报分发到保利，登记考虑新增加一个地政事务所，缩小一个学馆的范围来改善这种劳务不平均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停办40天的新竹县北部峨眉也个宝山的大爱三乡运动会，即马准备伫今年的11月底要恢复举办，而且盛会仪式是选伫北部的朱田宫做起点来点导盛会。伫北部信用中心朱田宫点着盛会，三乡镇的乡长再搁甲盛会传互学生代表，宣布已经停办40年的新竹县大爱三乡镇运动会要恢复举办。主办单位宝山乡长讲起过去，满满拢是回忆。在40年前就参加过我们的这个大爱三乡运动会，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这一个客家文化，经由今天的圣火点燃，让我们的客家文化更猛烈、更熊熊的烈火来燃烧全台湾。客家委员会副主委周江杰指出，客家有南着对北大爱，着对运动会进前嘛是停办了，搁恢复。透过运动会甲活动，希望让更加侪人有机会来了解客家在地人文，体验新竹县的好山好水。透过运动会的形式，能够让各个外地的朋友们能够有机会来到浪漫台三线所在的这个北埔宝山峨眉这个大爱三乡这个地方来，能够了解我们在地的历史人文的故事跟文化。11月25开始的运动会，除了有各项的运动比赛，还有趣味的活动以及客家庄市集、甲客家剧团表演。未来会由三乡镇轮流举办文化节，加强乡镇之间的合作参交流。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越南国家地理旅游杂志最近有公布2024年上派景点，全世界有30个所在，亚洲有3个国家入选，咱台湾嘛有，是咱台湾的台南。不管是挂红色鼓仔顶的成龙街，也是伫暗时点灯会安平古堡，甚至是设计的咸水芳鸭炮，佮加上特别食食，亲像瓜菜帮、大面等等，台南丰富文化底底，吸引真侪外国观光客来旅游。这两天还是不错的，空气比较清凉，因为我们新加坡比较繁华，在这里的风土人情方面，我觉得比较好，了解，比较亲切一点。蛋仔面之类的吗？还没，会想尝试看看吗？会啊。国家地理旅游杂志最近公布2024年上十派景点名单，列出全球30个上吸引人的旅游景点，其中包含亚洲地区的3个城市。除了印度和中国，台南嘛列入名单。小介的内容有讲到台南是台湾历史上久长的城市，甲高度发展的台北来比，是台湾前首都的台南，佫较有历史意义。规个城市看过去，有古堡甲庙寺来做装塔，啊那伫街头的点心档，嘛是台南上大的特色。也会持续把这个文化、美食、宗教甚至是崭新的科技之都的印象，让来台南的人以及没有来台南人的外国人朋友，在网络上、在实体的参访上，能够留下更深的印象。台南虽然是台湾唯一的里名单的城市，不过最近因为天狗的疫情影响观光，台南市长黄伟就强调，其实真侪国家嘛拢有天狗热，民众唔免伤惊吓。
只要做好防护措施，政府嘛会尽力做好防治。记者温正兴台南报道。饭要做好食，爱用标准流程，这是农粮署和学术界合作，收集科学数据来煮饭，要让学生囡仔伫学校的中昼顿备饭有稳定的品质。农业部除了利用科学方法来煮饭，即马佮利用科技来推广食农教育，要解决学校内底菜园休困的时无人压水的问题。饭要好食，煮食的时有撇步，甲餐汤内的饭拌好送是真重要。农业部农粮署现主是参学者合作，以科学化的方式建立传承业者煮米的标准流程。超过1000人的这样的学校，354所，我们来全面来进行调查，同时也到现场去辅导。之后把科学数据收回来之后来用科学的方法，怎么样来烹煮出好的这个米饭。饭底到饭汤内底爱先确认温度，而且送到教室的时，内部温度也要维持60度才正确。另外，学者发现业者定有机器设定无正确的问题。第一个，你进来的蒸汽量够不够？第二个就是蒸箱本身的密合性好不好？你蒸汽量够，可是大部分的蒸汽都是跑掉，那就没有意义。学者讲，台湾人食米的量平40年前已经减一半，改用科学的方法煮饭，望学生囡仔自细汉介意食台湾米。科学会使到煮饭，农业部也利用科技来推动食农教育。比如说，我们只要按这个按钮，它就可以马上加水。亲像台北市北投的青江国小就参桃园农改场合作，以科技解决校内食农教育定拄着的困难。你无可能讲做叫老师讲做老师，你种这田吼，你拜六你爱来压水吼，你暑假迄当阵你嘛爱来照顾。餐汤内底的菜脯能有男老师学生种的白菜头，农业部推动食农教育，望培养囡仔正确的食食概念。目前这套系统已经伫16间学校试验完成，估计年底进前通推广到39间学校。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从李和和钟铁民因爸仔囝，拢是对咱台湾文学有贡献的人。两位文学家的背后，有可能的坚强的女性咧甲因照顾。蒋介第3代蒋顺文就用画图的方式来记录阿嬷甲妈妈坚强的一生。今日去展区，作品当中有头长白苍苍的时代，嘛有充满笑容的查某人。这是台湾乡土文学之父曾李和甲因囝曾铁民的牵手。这毕竟画上拢是曾家第3代艺术家曾顺文所画，因用客语一点来当做展览的主题。因为伫客语内底有女性因的意思，伊要记录阿嬷甲妈妈一生对家庭的奉献。以一等作为取名，是因为一等在客家话里面其实有着他们的意思，念起来就叫做一等。那这个一等其实包含了男性的他跟女性的他。那在这次展览里面，其实我是以女性的这个他作为一个发想。手是人的第2个面，因为当知影这个人的人生，这是曾顺文想要为阿嬷甲妈妈唱的原因。曾顺文是曾李和的查某孙，过去因为曾李和甲曾铁民的身体无好，拢是靠阿嬷甲妈妈照顾一口罩。因的手代表劳动做介分者，点互传统男主歌、女主来印象，这嘛是曾顺文想要记录因两人生命坚强的时刻。爷爷钟理和的文章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平妹她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在做着劳动的这样子一个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一般我们讲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这样的状况，他们是刚好完全相反的。这画展会展出到明年1月，曾顺文虽然无继承阿公甲阿爸文学的路，不过以幼学为法，用画笔记录阿嬷甲妈妈坚强的生命力，嘛是向2位老大人致敬。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歌戏有念唱、有脚步手路、服装，也有头插嘛，拢真声人目。为着要互民众会当了解歌戏，中华生活美学馆举办体验活动，邀请专业的老师来教乡亲唱歌戏。国宝
及歌戏大师廖庆基的传习艺生江定营参王大玲演出老师上经典的站头《单山五娘》，这是中华生活美学馆举办的剧场体验课程，邀请小生小大来教民众歌戏、伴戏的撇步。伫咧表演上，嘛是足细腻的，会当互观众真紧就看出即个表情的变化，为头前生气，到后壁欢喜，听到五娘就欢喜的安尼，两个人。有拍摄啊，雅春啊拍摄，就是讲很多情绪的表达都在这一出做了就完整的表演安尼。除了看老师喜欢的动作表情，学员认为歌戏的台词甲咱生活中讲的台语嘛有真大差别，演员的台词对话、家字发音都爱特别注意。真正甲咱平常时讲的台语有足大的迄个差别。我是想讲我若要学台语爱为各种。无共款的面向来学啦，为生活啦，为文学啊，为艺术安尼。因歌戏看起来足好看，我即个妈妈帮我报名来，因为我想要看歌戏安怎演的。这摆的课程安排歌戏演员亲自传授功夫，阁有长期记录推广传统戏曲的蔡欣欣教授，小解台湾歌戏演变。主办单位表示，开放报名一下手人数就满，民众的反应拢真好，嘛希望透过课程，和民众学戏、学台语。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体坛大车拼，咱来看篮球。球星林书豪和伊的小弟林书伟合体，代表新北的国王出战东亚超级联赛。昨暗伫新庄的体育场迎战首年 SK 骑士，林书豪摕到12分，林书伟摕到21分。尾也是替国王伫以90比72大赢，嘛摕到台湾球队伫这个联赛头一场的胜利。球交给林书豪。即开赛先创出助攻，第一球请林书豪加盟新北国王第一战，伫新庄体育场征战东亚超级联赛第一战赢战，南韩首尔技术队这是一届的小弟林书伟，林家兄弟第一摆合体比赛，暗过了后，互对手拍出10比1的攻势，国王21比19输8分。期待啊！第二节一开赛，林书豪跳投得分为家己得分开场，虽然这场比赛手感无好，暗过充分发挥传染引线能力，一直助攻互队友命中3分外线，尤其是英雄安尼奎甲曼尼高联手得到26分，半场拍完为国王作个43平。多打少的机会去找李凯燕。下半场换边进攻了后，国王手感继续增加，一直命中3分外线。顶半场只有2分的林书伟也找回手感，命中3回3分球。国王第三节逆转反超，69比58，领先11分。再给林书伟。最后一节 SK 技术游玩靠向将沃尼抢分，一共全场上关45分。不过国王得分多点开花，林书伟继续投一外线，21分有19分集中在下半场。林书豪虽然14投只有5中，共12分，不过送出9摆助攻，各掠8篮板。最后新北国王90比72拍败强敌首尔 SK 技术，替台湾球队伫东超史上第一胜。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葡萄牙的政坛是出现政治风暴。这是执政党的高官牵涉贪污，因的总理科斯塔辞职落台。也毋过，伊落台时有强调讲，无做出对不起良心的代志，所以愿意配合调查。也葡萄牙总统即马刷落会召开政党会议，来决定敢要解散国会，重新大选。葡萄牙政坛拜二爆出政治风暴，执政的社会党几个高官。因为涉嫌借钱，车次向去互检调搜查，连总理幕僚长嘛去互抓起来。检方大动作调查了后，几个点钟了后，总理科斯塔就宣布请辞，未来嘛袂阁竞选总理。A dignidade das funções de primeiro-ministro não é compatível com qualquer suspeição sobre a sua integridade, a sua boa conduta e menos ainda com a suspeita de prática de qualquer ato criminal. 科斯塔强调讲，伊对得起伊的良心，愿意配合调查。这个借钱案，甲葡萄牙北部、甲西南部这抢专案有关系。检方怀疑执政的官员涉嫌借钱，以权谋利，已经起诉基础设施部长加兰巴，甲环境署署长拉卡斯塔等人。科斯塔嘛红列做是关系人。Tendo em conta as alegações e o processo de crime que era inevitável. Sinceramente, não sei se é para melhor, se é para pior.
Não sei, temos que esperar para ver. Que isto está tudo virado pernas para o ar e a gente já não sabe como é que há de viver. Cada vez está pior. 科斯塔清时对报道家政团来讲是真大消息，因为国会原底按算这个月要表决明年度的预算，即嘛无法度预估预算案敢有法度如期过关。报道家总统所萨伫当地时间拜三调集各政党开会，讨论敢是要由社会党继续组成政府，还是要解散国会，重新举办大选。公司新闻，陈婉玲编译。陈婉玲编译。世界正心息来看，比利时有一个渔船，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用骑马拖网伫海边掠虾的所在。若即马只剩15个渔民会晓这项传统技术啦。即马嘛，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去文化遗产。你敢有看过伫海顶骑马掠虾啊？这是伫比利时西南海岸奥斯特敦刻尔克渔村，每一年拢会进行这项传统的活动，利用马来拖渔网啊。伫海边啊水较浅的所在，掠在地生产的虾啊，骑马掠虾啊，这项古早的技术是为15世纪开始的，已经去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是文化遗产，每一年拢会请真侪观光客来这行踏。Vroeger werd er ook gevist met paarden op Garnalen in Engeland, Frankrijk, België, Nederland. Ik denk ook Denemarken. Maar dat is hier nog de laatste gemeente van heel de wereld waar dat nog bestaat. Dus we zijn er wel trots op. 骑马掠虾啊，对在地人来讲是甲大自然的合作，除了对马的信任甲尊重，嘛互因更较了解海洋甲海沙坡。不过最近这几年来，因加措气候变迁之下，北海生态系统改变第一线的目击者。Het grootste verschil bij vroeger is dat er een beetje minder vangst is dan vroeger van garnalen, maar ook meer pieterman en diersoorten die je hier vroeger niet zag, die een beetje afkomen uit de Atlantische Oceaan, doordat het water opwarmt. Dat zie je wel een verschil in, door de jaren heen. Ja. 根据美国 NASA 的数据，最近这几10年，海洋已经吸收90%全球暖化的热量。从1991年以来，北海表面的温度每10年就增加差不多0.3度，骑马掠虾的时期嘛，规个拍乱去。Vroeger de periode om garnalen te vissen liep eigenlijk van september tot december wanneer dat begon te vriezen. Maar we zien nu wel dat de periode wanneer dat de beste vangst is, dat alles een beetje opschuift. Dat ja, waarschijnlijk te maken met de klimaatsverandering, door de opwarming van het water en ja, de temperatuur waarin dat we nu leven. Ja. 而且渔民嘛发现讲，每一年为海底浮起来塑胶粪扫是愈来愈多。全球暖化加上海洋的污染，互骑马掠虾啊这项古早的文化遗产面临相同的挑战。公司新闻江文编译。天气报道在，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外岛24度至29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